都攞唔到 S，冇辦法啦。喂，Andy 解釋下今日個表現點解咁差？策略性。今日因為細路，你一嚟咗之後我就直線下降，因為你俾太大壓力我。我有咩壓力俾你啊？連最基本嘅保重都連講啲咁嘅説話，連做。唔使講啊，拉佢去驗啦。要驗啊，一定要驗，我可能仲要割啲組織出嚟。獨自在山坡，高處未算高，命運在冷笑，暗示前無路。浮雲由身邊發出警告，我高是闊步。雖知此山頭猛虎滿布，膽小非英雄，決不願停步。冷眼對血路，寂寞是命途。明月映山崗，倍覺孤高。拋開外務，飽遭煎熬，早知代價高。四方淘盡，眼中天蠶，必須破龍路。在山坡，高處未算高，命運在冷笑，暗示前無路。浮雲由身邊發出警告，我高是闊步。雖知此山頭猛虎滿布，膽小非英雄，決不願停步。冷眼對血路，寂寞是命途。明月映山崗，倍覺孤高。拋開外務，飽遭煎熬，早知代價高。四方淘盡，揀中天蠶，必須破龍路。一生稱英雄，永不信命數。經得起波濤，更感自傲。抹去了眼淚，背上了憤怒。讓我攀險峰，再與天比高。沈 Sir 有啲其出實阿威都可能要驗尿喎。 6年啦嘛，係咯，咁鬼勁嘅，今日你打到發發聲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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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唔係咁嘅。今日平均係186咯，係高咗少少啫。平時160幾嘛，又變成5次。冇用啊！仲